后来，这个核实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表态支持罢免掉鲍坤奇，伊早起甲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做伙来扫街，佮让麦克来主讲，伊话讲重新开机，改变花莲。不是王豪垄断花莲，支持罢免，花莲向前。唱叶麦克大声话挺罢免，和这个董事长董子贤满面笑容，以后花莲县议长张俊邀请去到花莲凤林车队扫街。我们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先生也在宣传车上。路人当着未少支持的民众，车顶有人佮手伸出来的旗仔，过路人也向车队比赞的手，董子贤也拢有比赞回应，展现伊亲民的形象。投下同意罢免的一票。后头摆插伫边啊，比爱心，也有人专工对店内走出来向车队的手。童子贤先生回到花莲，看顾花莲。车是一台接一台，声势真大。毕竟这是董子贤公开支持罢免鲍坤奇了后，头一届到花莲替罢免团体徛台，有企业界的重要人士来摆场，当然未使凊彩。为了这场车队扫街，董子贤早起5点就对台北坐火车到花莲。结果车头议长张俊也紧去甲迎接。政治2个字不难啊，只要拿另外2个字叫做良心啊。拿出良心我今天就不会去跟他们谈这个其他的能源的议题。心中有国旗，罢免傅昆萁。两个人有讲有笑，做伙参加车队扫街，警方也保持警戒，地边戒备，维护车队安全。议长还有很多爱花莲的议员，还有童子贤董事长。7月28日特别到啊，前卖个有企业界的重要人士针对罢免的行动表态。更加为这场罢免增加未少话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